来继续来看金华城弊案的这几位关键人物。威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涉犯到贪污、甲违背职务恶西，罚求刑17年，并科罚金3000万。台北市议员尹小薇除了违背职务收钱，阁有洗钱，罚求刑12年半。 并科罚金5000万。政府市长彭金星求刑3年，市长办公室的郑主任李文忠求刑17年4个月。 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头日坐轮椅和法警杀出来，金华城的弊案终结起诉，关键人物沈庆京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主管监督事务多例罪嫌，求刑12档，并科罚金3000万；违背职务恶西，求刑5档，并科罚金300万。 台北市议员尹小薇除了犯了违背职务、收红包的罪嫌，求刑13档，并科罚金3000万；也有洗钱的罪嫌，求刑3档6个月，并科罚金2000万。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犯多例罪，侦查中有承认本来求刑6档，减刑为3档，中央气象署地震速报：现在发生有感地震，请注意安全。违背职务、收红包，求刑10档，并科罚金1000万。中央气象署地震速报：现在发生有感地震，请注意安全。 较早老神在即马可能笑袂出来。中央气象署地震速报：现在发生有感地震，请注意安全。国中心的地板面积分别伫2017年到2019中央年、气象署地震速报：现在发生有感地震，请注意安全。尹小薇甲伊的助理要求对金华城案件定情，尹小薇总共收5250万，收持办代志，施压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。检察官强调讲，昔日民意代表应该恪尽职责。 为选民无福利，也不以为一己之私收红包，搁拍算要逃走，完全无悔改意思。除了这以外，正是现金故意侵占案，李文忠犯着故意侵占罪嫌，要用账目基金会钱支付郭文铁竞选办公室员工薪水案件，嘛互检方以背信罪起诉。 就算郭文铁的新北李文忠坚持无要认罪，也过经过检方的调查，依然找到答案，拢要面对司法的制裁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